在《庆余年》的故事中，因为主角范闲并非是穿越，而是转生，所以故事中有着很多高科技的存在。不仅仅只有大家熟悉的巴雷特，还有很多更为强大的科技。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第6个，森地全息投影。这个高科技是范闲跟海棠和王十三郎三人第一次前去神庙的时候所出现的。当时神庙里面中央控制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全息投影的老头子，这个老头还被海棠和王十三郎当做了神仙，只有范闲知道老头是全息投影而已，并且在范闲前往了神庙的主阶控制室后，老头再度用全息投影的方式给范闲展示出了他所在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的。从当初世界核战争的爆发，再到新生命的出现，老头就是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告知了范闲，也给大家表明出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神庙中所展示出的高科技产品之一。第5个，超智能计算机。神庙是一个军事博物馆的存在，在这个博物馆中同样是拥有一个超智能计算机，因为在神庙中的那些全息投影本就是需要计算机进行控制，而通过太阳能发电，神庙在雪山中上升和下降也都是由这个超级计算机来控制的。范闲在看到那社会发展的长河画面时，同样是这个计算机给范闲呈现出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着这个超智能计算机的存在，神庙才能一直控制着五族等神庙使者，让他们去外面给人类带去发展的技术。只不过虽然是超智能计算机，神庙也只能利用先前设定好的程序来运行，一旦发现有破坏人类有序发展的存在，那么这个计算机也就会直接下达攻击指令，这也就是为何叶青梅当时会死的原因。不过这个计算机最后有没有被范闲摧毁，也就不得而知了。下面这个便是陈萍萍的双枪了。庆余年中存在的高科技。第4个，霰弹枪。霰弹枪是叶青梅当初逃离神庙的时候从神庙中带出来的2种热武器之一，不过叶青梅自己却并未使用过这个热武器，而是在陈萍萍双腿瘫痪后便送给了陈萍萍作为她保命的武器。霰弹枪一共有着2把，分别被叶青梅安置在了陈萍萍的2个轮椅把手之中。除了陈萍萍遇到性命之忧的时候，这2把霰弹枪并不会使用，因为陈萍萍身边有影子守护以及强大的黑旗护卫，而陈萍萍和庆帝翻脸的时候，霰弹枪也就正式的出现了。为了给叶青梅报仇，陈萍萍用2把霰弹枪对庆帝出手，不过也只是重伤了庆帝。最后庆帝被范若若用手术给救过来了，2把霰弹枪也就直接下线了。第3个，巴雷特。这个高科技产品是整个故事中出现最早的，也是故事中动用次数最多的高科技产品之一。叶青梅当初用巴雷特直接解决掉了2个威胁最大的皇子，让庆帝的父王成王成功登上皇位，之后就将巴雷特留给了范闲。在范闲第一次使用巴雷特的时候，就是对燕小乙这位9品剑手。9品剑手天下当时少有啊，所以范闲当时也只能使用巴雷特了，并且那一战范闲即便是手持巴雷特，也同样是选择跟燕小乙正面对抗。如果不是燕小乙不熟悉巴雷特这件武器，也不知道天下还有这种东西，攻击速度要比他听到的声音还快，不然范闲也不可能将燕小乙成功击杀。第2次使用就是范若若在决战时用它进攻庆帝了。范若若是被五竹培养出来的狙击手，这一点就连范闲也不知道。最终一战，范若若本来可以一枪爆头的，但心存善念，还是打中了庆帝的肩膀，不然大结局也就提早到来了。下面这个就是剧中核能源机器人了。庆余年中存在的高科技。第2个，五竹。要说神庙中最出色的高科技产品，那必然是五竹了。在原著中的介绍，五竹并不是一个人类，而是被上个文明遗留下来的机器人，所以在五竹的体内并不存在真气。这个高科技机器人，并且还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以及超级强大的学习能力，无疑是最为强大的一个高科技产品了。五竹的学习能力是所有神庙使者中最强的。被叶青梅带入世间后，他就是用自己不断的学习而完善了自身的系统，即便是单纯的用武力对抗大宗师也不落下风。更为重要的是，五竹的激光眼是可以泯灭一切的存在，庆帝也就是死在了这个激光眼下。不过可能是威力过于强大，五竹不仅忘记了自己的激光眼存在，最后还是因为庆帝的好奇才将其揭开，不然恐怕也永远的无法使用了。第1个，宇宙飞船。这一个高科技产品其实原著中并未明确的提及，而是在上一个文明爆发核战争的时候，人类就是乘坐宇宙飞船离开的地球，前往了其他星系中生活。而庆余年3部曲中的第2部作品《剑客》故事中的花家先祖就是范小花同学。范小花在当时长大后便前往了神庙之中，找到了宇宙飞船，从而启动飞船飞向了太空之中。不过范小花却不知道如何返回地球了，便在宇宙中飘荡到了佐天星系中，也就是上个文明的人类建设的星系。在这个星系中，范小花成立了花家，并将其发展了下去。宇宙飞船虽然并未有详细的介绍，但要在宇宙中生存下去，武器的存在也不会少吧，至少
少强力武器不会弱于五族的激光眼。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